有嘢講同讚好校園嘅同學仔，大家好，我哋係 One and One Sisters，我係姐姐 Creamy，我係妹妹 Tango。記得我哋仲係學生哥嘅時候咧，我哋一到暑假就會做啲自己中意嘅嘢，係啊，例如打暑期工啊，做下運動啊，旅遊啊，同埋有啲自己平時學唔到嘢咧，都會抽啲時間去學啦。係啊，冇時間學嘅都會去收啲時間學，因為咁足嘅時間。咁希望大家可以利用呢個暑假做啲有意義嘅嘢，比如做下義工係啊啊，幫助啲貓貓狗狗啊，同埋做啲運動啦，強同埋身健體啊，同埋學啲大家中意嘅樂器咯。係啊，過一個有意義嘅暑假。係祝你哋過一個愉快嘅暑假啦，加油！